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一样哦？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会想，明天早餐我到底要做什么啦？好，尤其像我们这样，真的一年煮365天哦，每天的早晨呢，到底要吃什么？确实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苦恼哦。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花妈甜心派的这个版主花妈，欢迎你。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厨娘好。好，接下来这一道呢，我想呢，很多观众朋友一定也不会陌生但是呢，今天我们花妈是要用比较特别的是樱花虾。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调面糊的方式呢，我们做个小小的变化。以往我们都是先调面糊，对，再加调味料。对。那呢有这样子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你的盐巴会搅拌不均匀。对。那我今天呢换个方式，我们先用水。那面糊好聪明，我知道了。好，我可不可以偷偷跟花妈讲一下哈？就是说我猜猜看好了。好，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调味料呢都已经给它拉好爽？没错，你太聪明。不是我太聪明，是你真的太聪明了。对，我们先把调味料呢。对，观众朋友，我们通常都是调面糊，对不对？对。然后结果发现，怎么煎出来的煎品我吃到的不咸啊？结果我女儿吃到那一口都是盐巴。对。OK， 加一点点胡椒粉，调味料都可以依个人的口感下去做调整。好，这个时候我们才要加面粉。那这个面粉呢，其实我没有过筛，为什么？因为这是新鲜的面粉。那在台湾有时候会要过筛的动作，是怕它结块。对，因为台湾真的是宝岛型气候，很潮湿。那呢，你就慢慢加。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调面糊，真的很不一样哦。对，那做出来的感觉呢，等一下你们吃吃看。那呢，喜欢吃薄脆一点的呢，观众朋友就可以水多一点，它煎起来的效果会有点像冰花。我们在吃那个煎包最下面的那一层冰花。真的？对。那我还以为你这整个面粉都要下去耶，不是哦？不是。那如果说我今天会调稍微多一点点的面粉的感觉，那你可以把它煎薄。因为如果你太糊的话，你要煎薄会不好煎。对，那你水分够多的话呢，其实你不用担心说它煎起来不会一整片，因为有面粉在。这样煎起来会不会吃起来像鲜贝呀？还不会哦，还不会，因为还不够薄。我面粉其实这样加起来的口感不是像鲜贝。对，如果你要像鲜贝的话，会更少。还要再加更少的粉那韭菜的量呢，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爱。可是当你的水比较稀的时候，韭菜就不能够多，因为一多的话，面糊发不过来。对，它没有办法成整片。那我们今天给它有一点口感好了。他怕厨娘吃不饱，等一下出去收餐超不烂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樱花虾，不要一起放下去搅拌，是我们要煎的时候，我们另外准备一个碗。对，看你要一次要煎多少，你再把樱花虾放进去，不要一次就放进去，让它都吸了那个面糊的水，这样就软软的，对不对？对。原来如此，小秘诀都在这里。对呀，你看我们的这个屏东的樱花虾品质非常非常的好，价位也非常的不便宜，对不对？对。如果被我们丢进去这个面糊里面呢，唱追比来先游泳的话呢，樱花虾的身价呢就很可怜了哈。为什么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的好吃啊？因为樱花虾其实它很好吃，是因为它很脆，对不对？对，酥酥脆脆。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可以先爆香我们的樱花虾。对，其实可以做很多的变化。对，那我们今天教比较简单好上手的。先锅子，那加一点点油。
先让我们的油呢，在锅子里面的四周都有沾到。好，记得我们要煎之前一定要再把它和匀哦。这个时候再把这个樱花虾加进来。那如果你喜欢薄一点的呢？这个时候你因为锅中已经热了，油热了，那下去的这一个动作非常的重要。对。哇，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哎，哦，绿绿红红的，尤其樱花虾呢，接触这个热之后，我觉得比原本的还要再红。对，那我们稍微让它煎一下，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水水的感觉哈，不要担心。哎，你怎么知道？你就看到我这个愁眉深锁，想啊，这虾等一下要怎么样收尾？要怎么收尾呢？对不对？又不能跟观众朋友骗啊，对不对？对。我实在有点担心会。待会会很难看，不会，不用担心哈。看他这样老神在啊，这个时候就是不急，你就是要让它呢，对，有耐心，就是整个表面其实也要熟，对不对？对，然后就是底层一定要让它定型。对，其实我们这个有算比较厚一点，可以更薄，水可以更多一点。对，那吃起来就是会脆脆的，咔吱咔吱。然后这个时候火也不要过大。那其实我们不用担心油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在做煎饼的时候，油它越少，其实它越好煎，越会吸油。反而你要油多，它不会吸油，它还可以把油逼出来。对，这个又要得诺贝尔奖了吗？等它再固定一点的时候，再焦一点的时候，你会把多余的油倒回来，对不对？好，我们的这个冰花韭菜煎饼呢要出炉了。其实我们等了很久的时间啊。花妈特别说，这个煎饼虽然很简单，但是你要它呈现这种脆的这个口感哦。你想想看，刚刚我们倒进去几乎是1碗水，对，要让这1碗水全部收干，你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哦。所以我们看这一边，好的这一边，有没有觉得好漂亮哦？对，好漂亮哦。OK， 然后我会把它对折。哦，对，那其实也可以，就是看个人的喜爱啊。是，对。妈妈都练就一身铁砂掌。然后呢，这样子，很漂亮的。哇，这个一定好吃哦，非常的薄酥脆。其实一道好吃的这个点心啦料理，本来就是值得等待的啊，就是辛苦了这个4点起床的妈妈而已。但是呢，妈妈虽然那么辛苦，还是非常的开心，很乐意看到孩子呢非常的健康哈，然后呢全家都可以吃到非常安心的这个食物哦，都可以的，很漂亮。OK， 好，这个就是今天呢花妈为全球观众朋友带来的这个薄又脆的叫做冰花樱花虾的韭菜煎饼，真的非常的不一般哈。其实我完全没办法想象，原来你的煎饼跟我们家那个杂菜煎饼差那么多。OK， 好，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哦，花妈呢，真的很忙，因为她要到处去授课，还要关心一些弱势的这些孩童，非常有爱心的一位母亲啊，难怪她要4点起床哦。那我们当然看到她的这个儿子来到现场啊，帮妈妈很多的忙啊，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哦。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就是我觉得，只要妈妈花很多时间在厨房，我觉得孩子好像都特别乖，为爱料理。对，然后他们就感受到那个爱。像我女儿也是好乖哦。我在想说，妈妈的付出呢，还是呢
有回报的。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些料理呢。我们非常感谢花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麻烦你老远从高雄飞奔到台北，可以吗？没问题，感恩厨娘，感恩谢谢，真的很开心哈可以认识呢这位那么有爱心的这个妈妈哦，我们下次见。